要做 model 是游戏。我要做 model， 创造属于你的魔界传说。有没有觉得好奇，我们为什么要来到那么多蚊子的地方来进行拍摄呢？那其实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模特儿呢是公众人物，所以呢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e temple help me very good. 他就包住了他的头，因为然后我就走前去问他，为什么会包住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了，他就给人家打。Just punch. 在我分发食物给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完全不喜欢，就排斥我们。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们动他的东西，有些是他们有资历更深做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不喜欢我们动他的食物。Thank you。他今年61岁，然后他是跟他的第二的孩子住在一起，所以他平时都会在这边附近收拾一些那些水罐之类的东西。觉得这些流浪汉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多一点的关怀。Sekarang umur berapa kecil? 53. 他看起来蛮高兴，因为还有身边很多朋友这样子。Tapi saya dah tinggal sini memang dah lama dah. Dah lama lah. Dah dekat 30 tahun lah. 我觉得他蛮不错，是因为他现在生活到蛮开心。I think this is what you are doing very good. Yeah. Bye by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好，今天要谢谢 Julia 还有 Eric 带我们来关心一群无家可归的朋友。谢谢两位。那其实呢，今天我和 Jeffrey 还有所有的我的参赛者呢，也体会了很多，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知道说，其实现在虽然我们生活得很安逸，事实上外面还有很多朋友是需要我们的关心的。对。很高兴就是这个节目能够跟我们客家拉山基础一起做这个活动，就是能够帮助到自己，也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就是感化自己。今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觉得自己有什么的，应该要去珍惜，要尽力去帮他们咯。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可怜的人。流浪汉这3个字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必须要珍惜眼前的人，一定要珍惜你的朋友身边的人。